大家好，我係 Trisha，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。禮拜日晚有場球會友誼賽，利物浦會對摩納哥。兩隊今個夏天都換咗教練，所以新帥都係瞄準呢一啲熱身賽嚟到練兵試陣。比起輸贏，佢哋更加係睇重場波嘅內容同埋過程。先講利物浦，紅軍喺美國之行嘅最後一仗，半場領先2球之下，下半場竟然連失4球，最後就係2-4不敵列斯聯。而呢一場敗仗亦都暴露咗球隊陣容深度不足嘅問題。雖然球隊喺前場壓迫、加快橫向轉移嘅進攻套路係有板有眼，但同時失咗6球，後防係有隱患。另外，伊拉奧拿將班尼茅夫嗰套戰術體系搬咗過嚟利物浦，係有辣有唔辣。呢個就係佢之後要繼續摸索嘅地方，要想辦法將球隊融合埋一齊。另一邊摩納哥就揾咗個少帥菲立比路易斯嚟到教幫。呢位巴西教頭喺國內聯賽成績亮麗，贏過唔少冠軍。上任之後3場熱身賽係贏咗2場，其中曾經5-2擊敗聖普列斯特，同埋1-0贏加泰，戰績係唔錯，盡顯佢嘅執教水準。不過作為年輕主帥，佢依然有不足嘅地方。據報道，佢因為安排球員踢唔熟悉嘅位置，仲要佢哋採用同日常訓練內容唔同嘅打法。呢一件事令到佢而家都處於兩難嘅境地。總結嚟講，2位主帥都有各自嘅問題要解決，同時都係處於磨合期，所以呢場波勝負係其次，估計有機會係打和。今日先講到呢度，聽日再同大家講埋其他賽事嘅賽前分析。立即下載 M 直播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猶如置身現場，睇盡足球、籃球賽事。